各位觀眾，歡迎收睇今集嘅娛樂快訊。今日我真係要同大家隆重討論一下，啱啱播完大結局，喺網上討論到爆晒燈嘅 TVB 另類選秀節目《魔音女團》。講真，呢個節目由當初海選嗰陣，大家係抱住睇下班女藝人唱歌可以有幾難聽嘅心態去睇，點知睇到琴晚5月15號最後一集，我竟然睇到有啲毛管動，甚至有啲感動。12位練習生經歷咗9集地獄式密集特訓，由一班連音階都捉唔準嘅魔音，到今晚正式分成 Team A、Team B 兩組，喺舞台上表演 Lucky Star， 爭奪最後6個成團位。最終名單已經出爐，喬美莎、倪樂琳、宋婉穎、莊子璇、盧影彤、倪嘉文。呢份名單同你心目中嗰份一唔一樣？點解大熱門鄧海文會被 foul？莊子璇憑咩可以野性突圍？我哋逐一拆解。我哋首先睇下 Team A 呢組陣容真係好強，有 C 位擔當，余可晴帶領。大家對莊子璇嘅印象可能仲停留喺港姐冠軍嗰種大方得體、斯斯文文，但今晚 Miss Chan Chan 陳潔靈點名大讚佢，話佢以前淨係得個甜字，但今晚展現出一種野性。講真，女團最需要嘅就係百變。Hillary 今次成功洗底，證明佢唔只係一個花瓶，而係一個有火、有 attitude 嘅表演者。Carmen 以前喺劇集或者綜藝入面都係比較低調，但今晚佢染咗一頭新髮色，成個人好似開咗光咁。Miss Chan Chan 讚佢脫胎換骨，未見過佢咁放。喺舞台上，形象嘅轉變往往係贏波嘅關鍵。Carmen 把握到呢個機會，成功入圍，真係實至名歸。Chelsea 絕對係成集最突出嘅一個。佢嗰種混血外形本身已經贏咗一半，再加上佢嘅 rap 同跳舞都好有風格，連蕭正楠都話佢啲眼神會殺死好多宅男。佢入圍6人組，基本上係無懸念，仲要係 C 位熱門。立即訂閱我哋頻道，記得撳鐘仔，第一時間知道娛樂大小事。講完 Team A， 我哋睇下由鄧海文帶隊嘅 Team B。呢組最精彩嘅地方係出現咗一匹超強黑馬。今晚最大嘅驚喜絕對係 Skylar。連韓國 YS 偶像學院嘅社長 Young Hyo 都好老實咁講，第一眼見佢覺得好普通，但今晚係愈睇愈有魅力。Miss Chan Chan 仲用咗有人有女人味嚟形容佢。大家諗下，一個女團入面，如果每個人都係第一眼靚，咁就無層次感。Skylar 呢種內涵型兼進步神速嘅藝人，往往先係團隊嘅靈魂。講到呢度，我一定要幫 Iris 講聲，好可惜。佢為咗呢個節目瘦咗好多，社長都話佢有偶像特質，跳舞進步大，但最後名單無佢份，好多網民都覺得好可惜。係咪因為風格重疊，定係決賽表現未夠穩定？呢點真係見仁見智。宋婉穎嘅實力一向好穩，畢竟係冠軍級，做 C 位壓場感十足。而倪樂琳今晚嘅跳舞表現亦都令評判眼前一亮，證明佢唔止係賣樣，係真係有落苦功。評判團評語大剖析陳潔靈與陳奐仁嘅嚴絲之外，今晚除咗練習生，3位評審嘅評語都好值得玩味。陳奐仁話佢一向好嚴格，今晚雖然都話跳舞仲有進步空間，但佢見到大家瘦身成功，整體形象提升，都忍唔住俾讚。Miss Chan Chan 話我覺得佢真係呢個節目嘅靈魂，由第一集聽到想撞牆，到今晚見到倪嘉文、莊子璇佢哋變咗另一組人。佢嗰種安慰係發自內心嘅，佢教大家唔止係唱歌，係點樣喺舞台上揾返自信。Young Hyo 社長表示，佢以韓國偶像嘅標準嚟睇，特別提到魅力同特質。佢對盧影彤同鄧海文嘅評價，其實反映咗韓國女團揀人嘅標準，唔係要最靚，係要最有聲味同潛力。當然啦，有選秀就有爭議。名單公佈之後，鏡頭捕捉到部分落選藝人嘅表情。有人疑似黑面，有人喊到收唔到聲，網民喺留言區已經嘈到拆天。有人話點解無廖慧儀佢跳得最好，亦有人話蔡華英明明進步最大，點解冇份？講真，娛樂圈就係咁殘酷，實力固然重要，但成團感即係6個人行埋一齊，係咪夾，個 style 係咪一致，先係製作組最考慮嘅嘢。落選唔代表無實力，可能只係唔夾呢個組合嘅 tone 啫。最後我哋要恭喜呢6位女仔：喬美莎、倪樂琳、倪嘉文、盧影彤、宋婉穎、莊子璇。
佢哋正式組成咗呢隊前魔音女團，由當初俾人笑到面黃，到今晚終於可以抬起頭做人，呢份精神係值得大家拍手掌嘅。雖然節目完咗，但佢哋嘅女團之路先啱啱開始。到底呢隊女團之後會唔會出歌，會唔會跳出香港？我哋拭目以待。大家對呢份名單有咩睇法？邊個先係你心目中嘅 C 位？快啲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鍾意呢條片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哋頻道，撳埋個小鈴鐺就唔會錯過任何一條最新娛樂快訊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